各位兄弟平安。真多谢一珍姐、一珍长老的邀请哈。我今仔日才要来分享透过总保代祷、中保代祷的事工，上帝所成就的代志。伫主日学的服侍顶面，我会有时阵哈，拢会为主日学来写事工的代祷卡，就是咱迄个蓝色的代祷卡。顶面我拢会写，我会包括为着主日学的师资、师资的需求，教材的内容，那教导的方法，以及特别重要的是主日学学生，因会当有较无要来认识上帝，要来敬拜祈祷的心来写代祷。每一档的大型活动譬如咱的夏令营，阁有阮的圣诞节会当外出参访，在活动我拢会替囡仔替阮的主日学来写代祷卡。上帝嘛真正听阮的祈祷，听代祷同工替阮的守望，所以拢互阮有够野的气力来完成，互阮咱经历着真济的稳定。今年的圣诞派对就伫顶礼拜日，阮举行一个圣诞派对，小朋友家己去邀请伊的好朋友、同学，还是厝边来甲教会。一开始的时阵报名人数真正无济敢若10几个囡仔尔，新朋友，但是透过中保代祷来替阮祈祷，阁有一人的关心，伫12月15号报名的人敢若20几个但是伫顶礼拜哇，真正来的好朋友新朋友第一次来甲阮教会，总共有50个囡仔，50个新朋友我今仔甲小朋友跟回去，小朋友嘛足欢喜的原来上帝稳定遮尔大超2倍的人数安尼来到阮的中间，阁有足侪家长入来伫咱内底所以顶礼拜伫地下室有200个人伫遐来庆祝圣诞，将耶稣为咱降生的消息来传播出去。阮真感谢主，伫咱的教会兴起总保代祷的事工伫阮若要有宣告，有咱的遮的意向要来做的时阵，因就诚做咱的帮助，诚做咱的气力。刷落来，我要来分享我个人伫中保代祷事工顶面所得到的帮助我来讲遮的见证。伫8月今年的8月中间呢，我的爸爸因为超音波的检查发现着伊的肾脏有肿起来所以阮个我知影了，我较紧伫教会来为爸爸写代祷卡刷来。病院甲安排有做断层扫描断层扫描了后，发现到伊的除了肾迄个腰肌肾脏腰肌肿起来了后，伊的输尿管甲伊的膀胱内底拢有阴影所以阮个转诊去伫一个大病院做4天的膀胱镜的检查检查了后，医生有甲阮讲这是输尿管癌刷来个要安排手术这个手术是要甲已经无功能的腰子正病的腰子规个摕起来，佮伊的输尿管嘛爱摕起来，佮来就是膀胱的肿瘤部分嘛爱做处理安尼。伫迄个时阵，阮真正足烦恼讲呢烦恼讲安尼的手术了后，结果会造成爸爸生活中真大的不方便甲改变我嘛会惊吓，所以这时阵我佮写第2张的代祷卡有咱的中保代祷的同工迫切来替阮祈祷阮伫爸爸即个手术的过程中间真正顺遂侪兄弟嘛来关心阮替阮祈祷到尾呢，这结果出来的时阵阮伫医生甲阮回诊时阵，医生就甲阮讲恁的运气真正足好诶即个肿瘤伊生伫个输尿管的所在输尿管的壁迄个壁是比较薄的，所以伊咧生的时阵伊脱掉了后，腰子才会袂当来正常的排尿，所以伊脱掉了后，伊即马呢，迄个不好的细胞伊是按下底生去到伫迄个膀胱的所在，那膀胱壁较高所以甲即个歹的细胞甲包起来。所以即个歹的细胞就无传出去所以安尼手术了后呢，伊会当真顺遂来恢复。医生说这无需要搁再做化疗。上重要的是爸爸的迄个膀胱的部分处理甲足好势伊拢会当保留拢无任何生活上的无方便真紧会当恢复伫病院中间伊的迄个呼吸拢真正顺利伊护士拢甲阮讲有爱说你有当时会发细部的发炎会发烧这个状况对阮爸爸来讲拢无阮真正感谢主真正感谢主会当透过祈祷来成就遮济代志但是
其实伫诊间哦，医生甲阮讲，阮做幸运的时阵，我心内拢知影讲，这其实毋是咱的幸运哈，是因为咱有一个真好的天父。哈，伫我知影爸爸的身躯有安尼变化的时阵，我伫9月2号吼，迄天我记记我咧灵修的时阵，我有看到一个经节，这个经节就是伫腓立比书哈4章6到7节。啊，这个经节伫迄个当时互我真大的感动。啊，尾仔我就甲上帝祈祷讲，等会使互我佮看一届吼，就是伫无共款的所在佮看一个即个经节。所以伫迄个下暗的时阵，我伫另外一本册内底灵修的时阵，我掀开嘛是共款佮即个经节吼。即个经节是安尼讲吼，一开目的化路，多多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哇，即个经文吼，互我真大的帮助啊！特别即个代志经历了后，我确信，其实咱的主吼是听基督的主，伊嘛希望咱将咱的困难、咱的艰苦，透过基督来向伊恳求，哈，这是上帝对咱足大足美丽的心意，哈。所以我今仔伫遮来分享即件代志，相信赐咱平安的上帝也是帮助咱的。但是咱伫冷静的时阵，伫软弱的时阵，伫困境的中间的时阵，有时咱靠家己的基督真正是无够力，所以咱需要代祷，好，所以鼓励咱大家啦，将咱的困难，将咱所疼的人、咱所关心的代志，咱也写代祷卡，放伫个中保代祷内底。咱有一群代祷同工会当来为咱来祈祷，相信嘛邀请咱大家，会当来正做咱的同工。我甲我的先生观众拢有参与伫中保代祷事工内底。有当时做伙祈祷的时阵，来亲近上帝，嘛领受上帝对家庭的祝福。相信当做就咱，邀请咱大家加入咱的中保代祷团队，将别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头前，经历上帝真正胜利甲祝福。多谢大家。